7月鬼门开，民间是有真侪禁忌。大人会着囡仔哦，这个月唔通去耍水，暗时唔通拍衫。有真侪人搬厝、买车、结婚、开刀，拢会闪过一个月。民间冇普渡的风俗，有人是认为是迷信，也毋过这可能嘛甲古早安全卫生甲生活经验有关系。今仔解破新闻，咱就要请万婷来为咱说分明。是主播。 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今仔日是8月12，嘛是旧历的6月30。今仔日下暗11点，就是旧历7月初1的子时，也就是鬼门开的时间。旧历7月鬼月，这是咱台湾才有的特别民俗，是结合佛教的盂兰盆节、道教三界公生，阁有民间祭拜祖先的风俗。 传讲，伫咧即个月，这阴间的魂魄拢会当来阳间一月日，所以台湾的各地伫咧即个月，除了一寡禁忌以外，嘛有特别的民俗活动来款待者为阴间来做客的好兄弟。其中，若是讲到这鬼月祭典上有名、规模嘛办了上大，就是家人甲虎尾。所以人咧讲北家人、南虎尾。当年若是到7月，这两个所在就会真热闹。 北部是以家人中元节上有代表性，这若是家人传承100年的文化盛事，嘛是头一个互人指定做重要民俗文化资产的节庆活动。当年是拢吸引真侪人来参加。迄若南部是以云林虎尾的鸡仔铺上有名，在地是会逢家分7大区来举办，直接伫咧鸡仔路摆1000外度，互民众会当放祭品来拜好兄弟。也除了这2大活动以外，伫咧宜兰头城甲屏东恒春的唱歌，嘉义民雄的大树爷文化节，阁有各地放水灯甲中原普渡等等各种的祭典甲仪式。民间举办这活动，其实毋但为着要祈求地方平安，上重要是希望互这份传统的信仰文化嘛会当继续延续落去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破新闻，咱将镜头交转去主播。